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2月16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啊。几天前，网上有个新闻说，山东的一个企业通知员工不结婚就离职。这个企业很厉害。2月13号，有网民发消息称，日前山东省顺天化工集团发布要求，说通知各单身工友。什么叫单身工友呢？28岁到58岁。而且得含离异，也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单身，限期内成家立业，否则个人需要离职。你说这个要求还挺奇葩的。据正观新闻报道，企业回应称是公司高层的决定，是企业内部的事情。这个通知显示，该化工集团推行勤劳善德、忠孝仁义的精神文化，各工友干好工作，成家立业，让家人放心，是为孝。要求各单身工友28至58岁含离异，期限内成家立业，组建家庭，为家庭生贵子，为国家育栋梁，为社会做贡献。这个还说了啊，不响应国家号召，不娶妻生子，是为不忠；不听从父母之话，让老人牵挂，是为不孝；自己谈几次不成，处不成对象，是为不仁。同志们劝说不听，让工友担心，是为不义。通知还对一人喊话，通知其于2025年9月30日前解决个人婚姻问题，1季度内完不成，个人要写检讨；2季度内完不成，公司要进行考核；3季度内完不成，个人要离职。若3季度内不能结婚成家，公司将于其解除劳动合同。此外，通知还要求公司办公室和人力资源部进行督办，如督办单位完不成以上工作，公司对督办单位进行重度不作为考核。人家不仅有目标，还有实现的路径，还有具体的要求，还有 KPI， 最后还有处罚措施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是玩真的。如果监督单位监督不到位，那么就对监督单位进行处罚。这个来不得半点虚假啊！那网友就说了，这是什么公司？工商信息显示啊，山东顺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，位于山东省临沂市，是一家以从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，经营范围包括三聚氰胺、碳酸氢胺、甲醛等生产销售。但是奇怪的是啊，2月13号，大碗新闻记者多次与该公司办公室联系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但该公司采购部一名员工告诉记者，他们部门没见过上述通知。2月13日，临沂市西南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，已收到该情况反馈，向涉事公司核实情况后，该公司否认发过此通知。该工作人员介绍，不结婚就解除劳动合同，违反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规定，已向该公司发函提醒，也就是已经提醒了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你犯法了。目前仍在跟踪此事进展，如有人员因此事被辞退，劳动监察大队将依法处理。这是官方说啊，你这个行为犯法。这个大山东又让人笑话了。首先我们假设这公司它不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，它是认真的，它这次是玩真的。他的出发点或许他看到了咱们人口断崖式下跌，2024年结婚的人数只有650万，而且比2023年少了150万对，人口也在下降。所以这个企业也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作为一个企业，他要承担社会责任，所以他号召自己的员工要结婚，要这个让结婚的对数要上升。结了婚3年以后，这个新生儿出生率就会增长。他也是为国分忧，但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你越位了，就这事不是你管的，你管不着。作为企业，你能管的就是给员工发工资，对员工提供必要的保障，劳动法以内的。你跟员工之间是受劳动法约束，不受道德约束啊，也不受其他的约束。这个山东啊，是孔子的故乡，孔孟之乡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，推崇传统文化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这不结婚的肯定无后，不响应国家的号召，国家是不是3令5申的在这个刺激，也希望能生2胎3胎，
给各种优惠政策。你不娶妻生子，你不响应国家号召，这是对国家不忠，不听从父母之言。父母是不是希望你生个孩子，早结婚，他还早点抱孙子？你不听父母之言，那就是不孝，不忠不孝，这个罪过可不小。自己谈几次不成，对吧？谈不成对象，这是不仁。同志们劝说不听，让工友担心，这是不义。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简直是个大恶人。这企业是提倡再婚的，你离异那也得结婚。有人说我结过了，不想再结了，那不行，那也得离职。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呢？我就想起了潘东来去年玩的这个花活搞的噱头。潘东来要求员工结婚的时候只能摆不超过5桌，不准要彩礼，是不是每一桌标准多少？规定的非常细。大家还记得晚上马上就分成2种意见，有一种人疯狂的顶，认为潘东来管得好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回忆一下，但是有多少大 V 正能量，还有媒体说这个潘东来好，潘东来为什么好？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媒体公开的，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公开批判潘东来，你管得太宽，你都分不清什么是上班，什么是叫下班。上了班归你管，下班了你还能管得太宽了。当时还有很多人支持潘东来这么干，但是这一次山东这个企业通知员工不结婚就离婚，支持的人就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潘东来他是搞流量，他顺应了这个社会上一群有很多男的，他恐怕条件达不到，面对这个高彩礼叫万言兴叹，解决不了，产生怨言。这个是潘东来提出不准要彩礼，符合了他们的这个口味。虽然解决不了他们问题，但是人家是搞流量，讨好这种，所以很多人支持他，迎合大众这个口味。但是山东这家企业，那你不结婚就要离职，那很多人结不了婚，不是他不结，他是结不了，你让人离职，那不是雪上加霜吗？有很多员工正在这挣工资攒彩礼，结果你把人家裁掉了，他拿什么去交这个彩礼？这是原因之一。所以潘东来特别火，很多人支持。而山东这个企业，我看嘲笑的多，痛骂的多，骂他多管闲事。同样的事情在潘东来那就好多人支持，到了山东这儿人家就反对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方面原因，恐怕越来越多的网友也发现企业这么干实际上是越界。潘东来管你彩礼的事情，而且不能跟父母借钱买房，不能跟父母借钱买车，那你说不是扯淡吗？那人家父母赚了钱干什么？这不就给孩子吗？有的父母赚了钱给孩子是天经地义，就是潘东来把手伸到人家里去了，他都要管。当然我也做了好几个节目，我认为这潘东来他管不了，他纯粹就是噱头，搞流量，流量玩得明白。但是我想山东化工企业你搞流量有什么用？你卖化工品的，卖甲醛的，卖那些涂料的，它又不是 to C， 它又不是什么品牌，也不是消费品，你搞流量有什么用？所以我不太清楚山东这个企业管得太宽了。我在以前节目说了，迟早是要管到人被窝里去，迟早要管这些姿势，就这么管下去啊。所以很多网友恐怕也发现了苗头不对。你支持潘东来，实际上山东化工企业它就应运而生。如果你再支持山东化工企业，那以后大部分企业它都这么干，公私不分，没有什么边界感。反正你在我这上班，我全管，你都得归我管。仅仅因为你在我这领个2000、3000一个月，你就得归我管。你说有这道理吗？就相当于你把全部卖给我了，这还不算。还有一家公司员工写心得体会字数不符被罚款，怎么有这么荒诞的事情，惊掉下巴的事情？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武汉一家环保公司要求员工围绕董事长讲话撰写800到1000字的心得，超字数或少字数都按5元一个字罚款。结果381名员工被罚，最高的竟然被罚7000块，罚了7000，我不知道他一个月工资多少，总之罚7000。虽说最后从轻处理，但是这种操作还是让人难以接受，甚至荒诞。今年是公司强化员工制度管理年，要求全员遵照规则、守规矩、按规范开展各项工作。
写这个心得，它有具体的要求，它是可以制定相应规则的。单纯以超出字数进行一个罚款的话，我们认为是不太合理的。针对公司这种不符合常理的罚款规则，员工他可以向相应的劳动部门进行投诉。如果说投诉不能解决的话，员工可以向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相应仲裁的。员工他到了发工资的时候，这个工资已经被扣了，那员工就可以拿着他的发工资的银行流水、本人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、这个考勤，还有这个劳动合同，到我们这边来投诉，我们会依法依规的。2月8日，该公司发布文件，对超出或者不足字数要求的员工进行处罚。文件显示，有381人被处罚，最高一人被罚6990元。本次对上述人员从轻处罚，超出200元的统一按200元标准处罚，也就是封顶。超过200的算了，只罚200。对此，记者致电该公司，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，同时给了记者另一个办公室电话，但截稿前该办公电话无法打通。针对此事，律师进行了分析，若情况属实，员工可前往劳动监察部门进行反映，因为心得体会属于个人意思的表达范畴，进行处罚相当于克扣工资，不合理也不合法。记者将情况反映给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，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此事，目前还未出现扣除工资事实。如果后续有扣工资等行为，劳动者可以到部门进行反映。你看看，又是一个无法无天的，我就是法。这个反映呢，无论是潘东来，还是山东的那个家化工企业，还是武汉的这家环保企业，体现的就是这个公司，我就是法，法就是我说了算。什么劳动合同法，那得靠边站，这块地盘我说了算，反映的就这么个心态。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唯我独尊呢，对董事长的讲话要写心得体会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这恐怕又是高级黑。有的企业他肯定对某种现象他不满，我就玩这一手，等这个舆论爆出来，大家去联想吧，自己发挥。等你联想完了之后，你发现这企业好像没什么问题啊，还有人比他更恶劣，不是吗？难道这个企业很恶劣吗？他才罚200，这种事情还少吗？很多人写思想体会，一个字儿都不能写错，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写什么心得体会，字迹还要工整，还不能打印，还得手写，完了之后一个字都不能错，错了是那影响可就大了，一字之差谬一千里。那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经历过文革的人说，有的时候一个字写错了，你就是现行反革命，立马抓起来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尤其是各种什么特殊身份的人，有编制的，一天到晚都要写这种思想汇报、心得体会，写的少了吗？虽然不罚款，但是你写错了，你得重写，完了之后你态度不端正，你就没办法晋升，而且也有可能扫地出门，你的思想有问题。所以你要这么一比较，你发现这企业也就罚200，还算可以，不算不近人情。超过200的只罚200，你要这么一看，它不就是一种叫反衬吗？反讽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，山东的化工企业、武汉的环保企业，它恐怕是为了反讽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，不能直接表达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属于高级黑，有关部门不能不重视。你要都这么玩，这属于通过反向教育来达到正向的目的。这些律师、这些人，你在攻击、你在批评这个环保公司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别的？是，这公司是违法了。你在批评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别的？这家公司无非就是小奸小恶，那对大奸大恶视而不见。小奸小恶绝不放过，但是对大奸大恶看不见。这就是王朔说的，叫纸糊的墙用刀子捅，真正的墙他要绕着走，不就这意思吗？这种形式主义怎么延伸一下，这不就是形式主义吗？形式主义在各行各个地方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从企业到学校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哪儿没有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最头疼的就是凑那个字数，老师一说写篇作文要400字，我记得那时候语文课嘛，我们那个同学就在下面异口同声讨价还价，老师开价是400字，我们在下面就吵吵，有的说300字，有的说200字，最后达成一致，老师让了一步，说写350字，不能低于350个字。
一篇作文，那就是350个字，对我们小学来说，那也是非常头疼的，所以只好凑字数，标点符号都算字数。我就怀疑梨花体就这么出来的。大家记得梨花体是一句话分成4段，一句话你只有1个标点符号，你要分成4段，那至少有多出3个标点符号啊，多出3个字，深深的多出了3个字。有的人没有办法，只好重复抄一些口号在里面，前面有口号，后面还有口号，就重复2遍，这字数又多了。总之，为了凑那个350个字，那是绞尽脑汁。没想到这人上班以后走上工作岗位，还得为这个操心，还得写思想汇报，还得写自己的理解认识，围绕董事长的讲话写一篇感想，你这不是难为人吗？不过好，现在有了 DeepSeek， 这一切可以让 DeepSeek 写。DeepSeek 写完之后，你晕色一下，随便改改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，这个 DeepSeek 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可以最大可能的减少形式主义，类似的思想汇报、思想动态、什么总结，都可以用 DeepSeek 来写。当一个企业啊，不抓技术，不抓这个科研，不抓市场，而只是抓员工的思想动态，这个企业恐怕兔子的尾巴长不了，除非它是垄断企业啊，除非它是别有用心。我们到了今天啊，回头再看一看，2、3个月前潘东来搞的这一出，是不是叫笑话？居然还有那么多人鼓掌支持，说潘东来搞得好，对吧？要求员工结婚不要彩礼，不准拿爸妈的钱去买房，不准拿爸妈的钱去买车，管得太宽了。你做初一，别人就做15。你提倡潘东来这么干，那别人沿着潘东来的这个路就自由发挥，没有边界，直到你完完全全被管住。你就上了个班，你居然失去自由。你说你上这个班，一年几百万，一年上千万也可以，自由要不要也无所谓。你说合着一个月3、5千块钱，你的一切衣食住行、思想动态、上厕所的次数、周末的娱乐、看什么电影，都得被人管。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人喜欢被管，互相成就，喜欢管，就是一有机会要管到你家里去，管到你的被窝，喜欢管事，所以容易形成一个大政府啊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就是喜欢被管，就什么事都需要人管，喜欢别人管，希望别人管。那些支持潘东来限制彩礼、对员工进行限制的人，他不就是支持管吗？他就希望被管，因为他自己管不了自己，他希望被别人管，没有自律，自我管理能力达不到，就是个大宝贝，所以他希望有人管，什么都希望政府管，政府你得出来管一管，所以他支持潘东来管。这个也反映出咱们没有自律能力，自己约束不了自己，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，就是一管就死，一犯就乱。你说自律很难体现出来。一个街上啊，如果城管不管小商小贩，他就可以把你街道、把你人行道都给堵上，搞得这个行人非常不方便。但如果城管一管呢，马上就死了，城管就只能一刀切，不准摆摊，这不就黄了吗？我记得以前北京各个人行天桥上面两边是可以摆摊的，有很多什么修指甲的，什么贴手机膜的贴膜，还有卖拖鞋的，就总之那天桥两边。后来什么呢？后来就那个天桥是越来越挤，你行人根本就过不去。为什么呢？那摆摊的人就往前挤，他们本来是沿着天桥两边往后缩，中间路还挺宽的，这样不影响别人。后来他们就往前挤，你一挤他也挤，最后把路就给堵上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政府出手，不准在天桥上摆地摊，大家都上火，都歇菜，这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局面。所以最后变成一个需要大政府，要政府管，什么都要政府管，那政府就得一个庞大的组织、庞大的机构，架床叠屋，那这样效率就越来越低，浪费越来越大，养的人太多。因为我们自己管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得让别人管，让别人管就得你得花钱，多交钱。韦伟老师说的，我们的收入的大头则在那儿，所以他要拼命的招城管、招警察。比如警察编制不能随意的动，那他就搞辅警。城管里面一个城管大队，除了大队长是有编制，剩下都没编制，都是合同工，都要给他们发工资。那谁给他们发？都是我们的大头里面出。你看我们花钱请别人来管我们，那警察出去，你看4个警察出去，一般的2个辅警，一个是正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儿太多，根本就管不过来，加了那么多辅警他都管不过来，所以呢我们只能多交钱，交更多的钱，他请更多的辅警，
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是第2大经济体，但是韭菜牛马会觉得越来越累的原因。你天天996，没日没夜的人肉电池，但是你活得不好，因为我们要花大量的钱请别人来管我们。你看看马斯克干的事，你看看米莱干的事，甚至越南人家都在裁的这个基本逻辑是什么？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不需要你们来管，我自己管挺好的。你们这人越管越乱，你管就是贪污，你把钱不知道花哪儿去了，纳税人的钱被你不知道付给谁了，就不要你们这些部门，不就这意思吗？连美帝这样的国家，人家在这上面都开始动刀，特朗普一下就裁掉1万个公务员，后面还要裁，那米莱是裁1半，越南也在精简。但是你看我们的管还越来越扩大，不仅政府管，企业还管，充分的反映出我们需要管，就是这么个基础。正因为我们需要管，所以这些人他就管的欲望，他动不动就想检视一下自己手中的权力来管一管。这些人就是这个态度，关起门来就称帝。什么时候我们能自律，能自己管自己，那我们压力一定会小得多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